在古早农业社会时代，为着要加趁寡所费，有的农民会伫年枝卡吊芳竹，也就是饲芳的箱仔，而且佫会伫咧芳竹顶悬搭壶仔。伫家己德家最近有农民因兜芳竹的芳是朝朝拢白了了。伊讲，迄是因为因兜长伫咧办丧的，而且佫袂记咧搭壶仔伫咧芳竹顶悬造成的。不过，家己大学有教授就讲，若是徛伫咧科学角度来看，芳对环境的变化是真敏感，所以会飞走的原因无一定是甲壶仔有关系。等来也袂记咧甲即个芳竹搭净壶，所以所有的芳拢走了，已经走到无半只。家己原一个芳农讲，因为处理丧事，芳竹袂记咧搭净壶，芳拢走了去。一寡饲芳的农民嘛讲，即摆因饲芳确实也是阁有即种风俗。到底什么原因？咱嘛是算讲啦，半信半疑啦。啊，不然伊个算讲人迄读书迄款，就用迄净壶较真正啊，真正有差。迄有咱地嘛，第二组嘛。啊，伊也讲话嘛，咱囥的话，咱去甲囥吼，有哪芳嘛会出问题，哪学去像阮意决定啊，足歹啊。啊，尾啊就是用净壶遐真正的，真正有差。家己大学有研究芳的教授讲，芳真敏感，生分的环境也是有因的所在，拢会影响到因的行为。加上春天甲秋天本来就是芳较会耍秀的时间，会离开的原因其实真侪。你要说它是跟习俗有关，其实就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不会太去联想说它会跟学理上它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这样子。有少年的芳农讲，台湾早前饲的芳较侪是台湾原生的土芳，只要环境有变化，就会发生芳飞走的代志。佮加上迄当阵饲芳的技术无即马好，所以才会有即种风俗。即马台湾较侪是饲意大利芳，个性较稳定，所以伫芳竹搭壶仔，即马颠倒是较罕见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